點解有啲人明明將風水規矩守到足，連轉個身都對住通勝，但偏偏屋企就係不得安寧？你留意下身邊，一到農曆7月，幾多人簡直如臨大敵。初一、15、30呢幾日死都唔肯喐刀剪頭髮，話頭頂係豬羊之會，剪咗頭髮就好似暴風雨前拆走屋頂塊瓦片，會漏走陽氣。出街着衫呢，更加係步步為營，死都要避開純黑、深灰同埋大紅呢3種色。話深灰色氣場混沌，黑色被動吸陰，着出街會招邪近身；大紅色就野火張揚，最容易招惹口舌是非。有人甚至連屋企啲黑灰地氈都要捲起嚟，生怕惹到咩衰氣。你諗下，你身邊係咪都有呢啲人？甚至你自己7月出門前都會照下塊鏡，認住件衫顏色唔對路，嗱臨換件淺色嘅先敢行出門口。我問你，當你日防夜防嗰陣，你個心其實係一種咩狀態？你試下想象下7月嘅香港街道，夜晚7、8點，街角化寶盤燒緊衣紙，灰燼隨住一陣陰風周圍飄，空氣入面夾雜住香燭味同坑渠嘅埃焗味。你行過街角，見到有啲人嗱聲耷低頭急步走，眼神慌張，全身包到實一實，着住件特登買嚟擋煞嘅淺色衫，手度仲要揸實個八卦平安符。佢哋個身雖然避開咗啲灰，但係佢哋個眉頭係皺到實一實嘅，呼吸急促，成個氣場僵硬到好似救兵咁。大家以為只要將呢啲民間禁忌守到滴水不漏，將大門鎖得實一實，連一條深色嘅線都唔擺上身，就可以將啲污糟嘢全部擋喺門外。但係我同你講，呢個係最大嘅錯覺。我見得太多呢啲全副武裝嘅人，最後依然出大麻煩，甚至惹禍上身。點解呢？因為當一個人將所有注意力放喺驚呢個字上面嗰陣，佢嘅心門其實已經穿咗個大窟窿。佢哋一直戰戰兢兢咁避緊外圍嘅影子，卻親手喺自己屋企，喺自己心底入面養緊一隻真正嘅鬼。呢件事，好多所謂信風水、日日求平安嘅人，成世都睇唔通。結果就係越避越驚，越驚氣場就越亂，白白行咗幾十年冤枉路，連點解自己會頭痛失眠、家宅不和都諗唔明。我哋呢個年紀嘅人，大風大浪見過唔少，人情冷暖亦都嘗盡，睇得通透嘅，根本唔會驚呢啲外在嘅顏色同規矩。今日我就同你拆解清楚，農曆7月真正嘅招邪之源到底係咩？喺講落去之前，你不妨先喺評論區留低一句心正氣足，家宅平安。呢個唔單止係一句打卡，當係為自己同埋屋企人種個善緣，亦都係用呢8個字俾自己個心定一定位。你個心定咗，外面嘅磁場自然就會穩。聽明白未？我同你講，7月最大嘅禁忌，從來都唔係把鉸剪，亦唔係件衫咩色。一把鉸剪剪得斷頭髮，點剪得斷因果？一件黑衫染得出顏色，又點會係招惹災禍嘅根源？你要知道，萬物皆有因果，外在嘅規矩只係一層紙，真真正正決定你吸陰定係擋煞嘅，係你做決定嗰一刻心底裏藏住嘅思念同恐懼。你有冇試過7月行夜路嗰陣，越係迎住後面有嘢，背脊就越係發涼？你話係唔係？其實根本冇嘢跟住你，但你越驚一樣嘢，你嘅氣場就越低頻。你嘅恐懼就係對負面業力最強烈嘅邀請。你再睇下出面有啲人，佢7月着衫好講究嘅，全套白色，話要補氣場，但係返到公司呢，為咗搶張單，喺背後督同事背脊，為咗推卸責任，將黑鍋推俾新人。佢個心入面裝滿算計、自私同嫉妒。你估下點？一個滿肚怨氣同算計嘅人，就算你俾佢着上一件大師開光嘅淺色衫，佢個氣場係咪真係會好？佢每日做緊嘅惡業，每日散發出來嘅劣氣，早就將佢自己包圍到實一實。外面嘅鬼未埋身，佢自己心底裏面嗰隻自私鬼，已經將佢嘅腹部食到乾乾淨淨。風水規矩、顏色秘技，呢啲頂多只係一層外衣。你件外衣洗得再白，
如果入面嗰個人已經爛透，又點可能擋得住因果業力嘅清算？有啲人打住為全家好嘅旗號，為咗保存自己，唔識用苛刻嘅規矩去折磨身邊最親嘅人，嗰種自私同冷漠嘅心念，先係世界上最勁嘅招魂幡。當你個心裝滿算計穿咗窿，你就算着幾十層淺色衫，都擋唔住業力嘅雨。我識得一個做新抱嘅，我哋叫佢蘭姐。龍慶7月嘅禁忌，佢守得比邊個都嚴厲，簡直將間屋變成一個被殺嘅密室。佢以為將一切暗色、戾氣全部收埋，就可以換來家宅平安，但最後偏偏係佢親手將全家推向絕境，搞到長期臥病嘅家婆幾乎命喪黃泉。到底發生咗咩事？點解一個守足規矩嘅人反而會惹來最大嘅劫難？講到呢個鬼故，真係令人又驚又嘆。平日嘅蘭姐行街買餸、湊仔煮飯，都算係一個正正常常嘅師奶。但係一入咗龍庭7月，佢成個人就好似撞咗邪咁，神經緊張到極點。你哋有冇試過？返到屋企連唞氣都唔敢大聲，講錯半句話都要俾人鬧足半日。蘭姐屋企7月就係咁嘅狀態。7月初1前幾日，蘭姐就已經開始咗佢嘅防鬼大掃除。不過佢唔係掃灰塵，而係掃顏色同埋掃戾氣。佢買咗一大卷黑色大垃圾袋返嚟，逼住老公同個仔將衣櫃入面所有純黑色、深灰色、大紅色嘅衫褲全部執晒出嚟，連老公平時返工着慣嗰幾套深灰西裝都照樣被打入冷宮。佢將呢啲衫褲全部塞入膠袋度，用封箱膠紙封死，推入床底最入面。佢老公由得佢發癲，費事嘈，但佢個仔後生，忍唔住抱怨：阿媽，大熱天時，我着件深灰色 T 恤出街有咩問題啊？你使唔使搞到好似避難咁樣啊？連條深色毛巾你都要收埋，係咪癲㗎？蘭姐即刻沉低把聲，對眼瞪到好大，指住個仔個鼻猛鬧：你識咩啊？7月流流，外面啲氣場幾雜你知唔知？黑色係被動吸陰，你一着上身，成街嘅濁氣就黐住你。深灰色仲衰，氣場混沌，簡直係主動打開個缺口，招邪近身。仲有大紅，野火張揚，最容易招惹口舌、是非同污糟嘢。你係咪想惹啲嘢返屋企累死全家啊？我問你，當你聽到屋企人開口埋口都係污糟嘢，累死全家，你個心係咩感覺？係咪覺得周身唔聚財，成間屋都充滿住一股負能量？蘭姐就係用呢一種極度恐慌嘅氣場，將成間屋壓到死氣沉沉。佢硬性規定，全家成個7月只准着淺色、白色、米色，或咁樣先可以保住正氣，避開陰寒。但係你估下，靠換幾件衫，收埋幾把鉸剪，係咪真係可以擋住災禍？真正嘅麻煩，從來都唔係從大門行入嚟嘅，而係你自己一手一腳鋪排出來嘅。我同你講件小插曲，你就知蘭姐個心有幾自私。就喺6月29號7月前夕，蘭姐個叔仔即係佢老公細佬落樓梯唔小心扭親隻腳，行唔到路。叔仔知道蘭姐屋企有張舊輪椅，就打電話嚟問阿嫂：我隻腳腫到行唔到，阿媽將舊輪椅借我用2日去睇醫生得唔得？你估蘭姐點答？佢一口就拒絕，唔得過2日就踏入7月。依家借利氣或者生病用嘅嘢出去，等於將屋企啲好運同正氣借走，惹啲病氣同衰氣返嚟。你自己搭的士搞掂啦。叔仔喺電話嗰頭愣咗幾秒，嘆咗口氣掛斷咗。嗰一刻，蘭姐心入面完全冇半點愧疚，佢反而鬆咗一口氣，覺得如果借咗出去就會破壞成間屋嘅風水。佢覺得自己好叻，成功保護咗頭家。但結果呢？叔仔因為咁樣徹底心淡，逢年過節都唔再上佢門。後來蘭姐屋企個大雪櫃壞咗，要搵人幫手抬，佢打爆電話都冇親戚肯應承佢，佢自己親手斬斷咗親情，卻以為自己擋住咗煞氣。你睇下呢種打住保平安旗號去自私自利嘅人，其實已經種落咗惡因。而蘭姐屋企最大嘅惡果，落咗喺一位長期臥病在床嘅老人家身上。
就係佢家婆六嬸。六嬸中風癱瘓咗喺張床度大半年，神志時好時壞，全靠一個叫群姐嘅護工日夜照顧。7月嘅香港天氣熱到好似個大蒸籠咁，就算開住冷氣，加上一把舊風扇喺度呼呼咁吹，長期攤喺張床度唔喐得，背脊同後尾枕都會喊出一身大汗。群姐照顧得好有心，日日幫老人家抹身，但唯獨有一樣嘢好難搞，就係六嬸啲頭髮。老人家大半年冇落床，啲頭髮生到又長又亂，好似一堆雜草咁。一出汗，啲頭髮就黐粒粒咁貼住條頸同後尾枕。天氣一熱，汗水加埋頭油，頭皮已經開始發紅，隱隱約約有幾粒大暗瘡谷緊出嚟，係生頭瘡嘅跡象。間房入面亦開始飄出一陣陣汗酸，夾雜住藥油嘅翳焗味。群姐見唔對路，早幾日就同蘭姐商量，話趁住初一早上太陽猛啲，幫老人家將啲頭髮剪短，一來乾淨利落，二來老人家都舒服啲，冇咁容易生爛肉。當時蘭姐只係含糊咁咗一聲，群姐以為佢應承咗，但到咗農曆7月初一嗰朝早出事啦。個朝早10點幾，群姐啱啱準備好一盆暖水，幾條乾淨毛巾，喺櫃桶攞出把鉸剪，行到六嬸張床邊，準備幫佢落剪。老人家被翻過半邊身，露出個紅彤彤嘅後尾枕，氣喘吁吁咁等住。群姐手上把鉸剪咔嚓開合咗一下，聲都未落，房門突然砰一聲巨響，被人大力推開。蘭姐成個人好似癲咗咁衝入嚟，對眼突晒出嚟，一把撲過去搶走群姐手上把鉸剪。你做咩啊？你係咪想靠害啊？蘭姐尖叫出嚟，把聲尖到差點拆天。群姐嚇到成個人縮咗一縮，退後2步，口震震咁話：太太，你前幾日唔係話好，今日幫老太婆剪短啲頭髮，等佢散下熱咩？你睇下，佢後尾枕紅晒，啲汗染住，再一落去會生爛肉㗎。今日係咩日子？你知唔知啊？蘭姐將把鉸剪死死喺心口，面容扭曲。今日係農曆7月初一，鬼門大開嘅開門日，天地氣場最亂，陰氣最重嘅時候，你依家喺老人家頭頂喐刀。蘭姐指住六嬸個頭，咬牙切齒咁繼續鬧。老人家常言道，頭頂係人嘅3盞燈之一，頭髮就係屋頂啲瓦片。你依家剪佢頭髮，等於喺防線最鬆散嘅時候，主動作死撕開個缺口，將老人家最脆弱嘅頂門暴露喺陰氣之中。萬一惹到啲污糟嘢入屋，你擔當得起咩？你係咪想攞我全家條命嚟交飛啊？成間房突然之間靜咗落嚟，只聽到冷氣機出風嘅呼呼聲，同埋掛鐘滴答滴答嘅聲。群姐企喺床邊，手足無措咁望住發緊火嘅蘭姐，而攤喺床上面嘅六嬸，因為啱啱被側轉咗半個身，依家維持住一個極度唔舒服嘅姿勢。老人家喉嚨度發出微弱嘅聲，額頭上面全部都係黃豆咁大嘅汗珠，順住眼角流落枕頭度。空氣入面嗰陣汗酸味同翳焗味變得更加刺鼻。但係蘭姐睇唔到老人家嘅痛苦，佢對眼只係死死盯着群姐，仿佛群姐就係嗰隻準備帶陰氣入屋嘅鬼。群姐嘆咗口氣，低聲求情：太太，規矩係死嘅，人係生嘅，老人家真係好辛苦，唔剪短啲，啲汗染住個頭，生瘡發炎仲麻煩啊！不如我哋揀正午12點，陽氣最猛嗰陣剪，好唔好？就剪短少少。唔得，初一就係初一，初一15絕對唔喐得刀。蘭姐毫無懸念咁一口拒絕，語氣硬到好似舊石頭咁。你同我將把鉸剪鎖起佢，成個7月都唔准提剪頭髮呢件事。有汗你就幫佢抹啲抹。總之，我間屋絕對唔可以因為一時貪清爽，搞到氣場大亂。講完，蘭姐將把鉸剪掟入自己房嘅抽屜，咔嚓一聲上咗鎖，仲將條鎖匙掛喺自己條頸度。你試下停低諗一諗蘭姐啱啱做嘅事，好多人就係咁，滿嘴都係風水、氣場、禁忌，講到頭頭是道，大義凜然。佢哋覺得只要守住呢啲死板嘅規矩，就等於鎖死咗災禍嘅門。但你捫心自問，蘭姐死都唔肯剪呢把頭髮，到底係為咗家婆好，
定係為咗自己心安？佢滿腦子都係惹到污糟嘢入屋，邊個負責？佢真正驚嘅根本唔係老人家受陰氣侵入，佢係驚老人家惹到衰氣之後，會個連累到佢自己。呢種打住為全家好嘅旗號，實則極度自私同防備嘅心，其實已經喺佢心底度埋下咗最重嘅陰氣。日子一日一日咁過，因為蘭姐嘅死命令，六嬸把長頭髮就咁一直屈喺後尾枕度，溫住啲汗水。8月嘅香港打風前夕，天氣焗到令人透唔到氣，就算群姐日抹夜抹，都擋唔住長期壓迫同汗水浸泡帶來嘅惡化。六嬸嘅後尾枕開始出紅疹，跟住紅疹變成大粒大粒嘅水泡，再後來水泡穿咗，開始流黃水，甚至發出陣陣腥臭味。群姐幾次心痛到流眼淚，偷偷地同蘭姐老公講，但蘭姐老公係個縮頭烏龜，見老婆7月神經過敏，根本唔敢出聲，淨係識得話忍下啦，幫阿媽抹勤力啲啦，過咗7月再算啦，費事老婆發癲。咁蘭姐呢？佢行過家婆間房，聞到房入面有異味，佢第一反應唔係去關心家婆係咪爛肉，而係覺得間屋有濁氣。你估佢點做？佢竟然買咗一大紮艾草返嚟，喺六嬸房門口猛咁熏，話要辟邪拔毒氣。佢仲將間房嘅窗閂到實一實，驚啲艾草煙飄走。你試下想象下嗰個畫面，一個喐唔到嘅老人家，後尾枕生滿爛瘡，痛到講唔出聲。然後個新抱仲喺房門口燒艾草，搞到成間房煙霧彌漫，又熱又焗，連唞氣都辛苦。呢個場景，你話邊度有污糟嘢？真正折磨人嘅鬼，根本就係人心。我問你，如果你係六嬸，攤喺呢張床度，有口難言，日日承受住肉體嘅折磨，你個心會有咩感覺？係咪絕望、痛苦，甚至生出深深嘅怨恨？而蘭姐，佢以為自己做得天衣無縫，全家都着淺色衫，初一十五有手足規矩唔喐刀，間屋嘅氣場一定好乾淨，啲煞氣實擋得住啦。但佢點都估唔到，被壓抑到極點嘅怨氣同病痛，就好似一個上緊發條嘅炸彈。佢以為封死咗道門，將所有外界嘅陰氣擋晒喺出面，點知真正嘅劫，其實喺張病床上面，正喺度慢慢發酵。眼睇住就快到農曆7月15中元節呢一日，民間傳統話係陰氣最盛，亦係超度亡魂嘅日子。蘭姐一早就拉晒全屋窗簾，全家硬性規定只准着淨白色嘅衫，連大聲講嘢都唔准，成間屋死氣沉沉。但係間房入面，陸敏終於頂唔順啦。晏真2點幾，群姐突然衝出大廳，滿手都係帶有異味嘅黃水。口震震咁嗌：太太唔得啦，老太婆發緊高燒啊！後尾枕啲瘡全部爛晒，痛到抽晒筋啊！蘭姐衝入房，見到六嬸面如死灰，成個人攤喺度喪喘氣。群姐急到喊出嚟，佢二話不說，由腰間個圍裙袋度掹出一把平時剪紗布用嘅鉸剪。太太，我真係頂唔順啦，老人家會燒壞腦噶，我依家一定要幫佢剪晒啲頭髮。用水幫佢抹頭散熱。群姐啱啱行近床邊，蘭姐好似見鬼咁，一把木過去扯住群姐隻手，大力將把鉸剪掟落地下，冚一聲，鉸剪飛到牆角。蘭姐歇斯底里咁大嗌：你係咪癲咗啊？今日係7月15中元節，出面條街幾多遊魂野鬼，你睇唔到咩？今日天地氣場聚集，你依家喺老人家頭頂喐刀，破佢頂門嘅陽氣。係咪想將啲污糟嘢全部引晒入屋？你係咪想攞我全家條命嚟交飛啊？你試下企喺蘭姐嘅角度諗下，佢嗰一刻個腦入面係咪真係得翻啲咩氣場？咩遊魂野鬼？係，佢真係驚，但佢驚嘅唔係老人家受苦，而係驚老人家嘅衰氣會惹到入屋，會破壞佢辛苦經營嘅安全網。呢種打住為全家好嘅旗號，實則極度自私同防備嘅心，其實已經喺佢心底度埋下咗最重嘅陰氣。佢以為自己係喺度擋煞，點知佢自己就係間屋入面最大嘅煞。我問你，如果你當時喺現場聽到一個新抱喺家婆臨死邊緣，仲喺度緊張住啲所謂嘅氣場遊魂野鬼，你個心寒唔寒？你有冇試過見到啲人
為咗守住一啲莫名其妙嘅規矩，連最基本嘅人情味都冇埋。如果當時蘭姐冇攔住群姐，而係選擇放低嗰啲對鬼節嘅恐懼，接個把口剪，親手幫陸蚊清理嗰啲爛肉，結果會點？陸遜可能唔會燒到神志不清，甚至會感受到呢份多年未見嘅孝心。那一刻，間屋嘅氣場唔會係陰森嘅，而係會有一份暖意流動。可惜佢冇咁做，群姐氣到渾身發抖，啱想拍嘴，但突然之間，床上面嗰個一直半昏迷嘅陸遜竟然喐咗一下。老人家用盡全身最後一口氣，伸出嗰隻瘦到剩翻棚骨嘅手，死死地捉住蘭姐件乾乾淨淨嘅白色衫袖。成間房突然靜到好似時間停頓咗咁，窗外隱隱約約傳來幾聲烏鴉叫，同埋樓下大坑渠啲流水聲。陸遜喉嚨入面發出咕嚕咕嚕嘅濁痰聲，對眼因為高燒燒到通紅，死死盯住蘭姐。蘭姐感覺到手腕傳來一陣冰冷又乾枯嘅力量，好似隻生手嘅鐵棍咁，將佢冚到實一實。嗰陣刺鼻嘅汗酸味同爛肉味直衝蘭姐個鼻。陸頓喘住粗氣，一字一淚咁講出咗一句令蘭姐永生難忘嘅說話：你講咁多大條道理。老人家把聲沙到好似磨砂紙咁，但每一個字都清清楚楚。你根本唔係驚我死，你係驚我惹到啲衰氣過你。呢一刻，蘭姐成個人好似俾雷劈中咁，企咗喺度僵晒。佢只覺得耳邊嗡一聲巨響，佢一直用來掩飾自己冷漠嗰塊寫住為全家好保氣場嘅遮羞布，瞬間被一個垂死嘅老人家撕到粉碎。佢對眼由憤怒變成驚恐，再變成一種無地自容嘅心虛，因為佢心底最深最陰暗嗰個角落俾人一眼睇穿晒。佢確實唔係驚家婆中邪，佢係驚家婆病死喺屋企，啲死氣會敗壞佢自己嘅運氣。陸遜講完呢句話，隻手一鬆，成個人軟癱翻落張床度，徹底昏迷過去。群姐嚇到大喊出嚟，即刻衝出廳打電話叫白車。救護車好快來到，將陸遜抬走急救。蘭姐跟住去到醫院，佢一個人坐喺急症室出面條冷冰冰嘅走廊度，冷氣吹到佢起晒雞皮。佢低頭望住自己身上嗰件特登買嚟擋煞嘅白色衫，突然覺得一陣切骨嘅心寒。點解？佢明明已經將7月所有嘅禁忌守到捉一捉，連頭髮都冇剪，淺色衫又着埋，點解頭家依然會搞到咁嘅田地？到底係邊度出咗錯？聽明白未？你以為你防緊外面嘅鬼，其實最大嘅鬼一直都喺你心入面。你可能會問，咁難道7月啲禁忌全部都係假嘅？錯啦，禁忌係真嘅，只不過你一直以來都搞錯咗避忌嘅對象。你以為你要避嘅係外面啲遊魂野鬼，係一件深灰色嘅衫，係初一15把鉸剪，但其實你真正要防嘅係你自己個心。陸遜最終喺急症室執翻條命，但因為大面積感染，要留喺深切治療部插晒喉。醫生同蘭姐講，如果再遲半日送入嚟，老人家就真係走得啦。嗰晚，蘭姐一個人翻到屋企，間屋依然係佢佈置嗰個安全網，窗簾拉得密不透風，四周聞唔到一絲外來嘅氣味。衣櫃入面全部都係淺色衫，佢以為自己終於將所有陰氣擋晒喺出面，但嗰晚佢瞓得極之凄慘。凌晨3點，蘭姐喺張床度點來點去，成身飆冷汗。佢合埋眼就見到家婆嗰個紅彤彤流住黃水嘅後尾枕，又聽到家婆嗰句沙啞嘅說話：你係驚我惹到啲衰氣過你。冷氣機啲風吹落佢身度，佢覺得好似浸喺冰水入面咁，點掙扎都抖唔到氣。間屋靜到有啲得人驚，佢甚至認住床底嗰啲被封死嘅黑色衫，正喺度散發出一陣陣寒氣。連續成個7月，佢晚晚失眠，日頭頭痛欲裂，成個人謝晒，連行步路都腳浮浮。佢明明已經將所有風水禁忌守到捉一捉，點解氣場依然會崩塌得咁緊要？我同你講個真相，佛門入面有部好出名嘅華嚴經，入面有句核心經文叫做應觀法界性，一切唯心造。即係咩呢？
即係話你眼見嘅世界，你感受到嘅磁場，甚至你招惹到嘅好壞氣運，全部都係由你個心念生出嚟嘅。你個心係點，你感召翻嚟嘅境界就係點。你以為7月最重嘅陰氣係喺條街度，喺墳場度，或者係一件深灰色嘅衫上面，你錯啦。天地間最冷最毒嘅陰寒之氣，其實係來自於人心入面嘅自私、冷漠同算計。你回頭諗下蘭姐做過嘅事，佢由頭到尾口口聲聲話係為咗全家好，驚老人家惹到污糟嘢，其實骨子裏係咩？係極度嘅自我保護。佢寧願睇住家婆生瘡流血，痛到抽筋，都唔肯破自己嗰條初一十五唔喐刀嘅規矩。佢防嘅唔係鬼，佢係防家婆病重帶嚟嘅晦氣會影響到佢自己嘅運氣。當一個人個心生出呢種極度自私同恐懼嘅時候，佢嘅心念就已經跌落到最黑暗、最低頻嘅狀態。呢一種算計同冷血，先係世間上最強大嘅招魂幡。間屋就算掃得幾乾淨，件衫着得幾雪白，佢個心都已經同外面最惡劣、最陰暗嘅業力感應道交。你知唔知點解越係神經質咁迷信禁忌嘅人，往往越容易出事？因為恐懼本身就係一種強烈嘅邀請。你有冇試過咁嘅經歷？你日日認住出面有污糟嘢，夜夜驚住自己着錯衫惹牙。你個心其實一直喺度向負面氣場發送信號。你越驚，你自身嘅陽氣同正念就越弱，正氣一散，邪氣自然就趁虛而入。你睇下出面幾多人係咁，一到龍慶7月，佢哋去行街買餸都要揀個日子，屋企門口掛滿八卦鏡，連出門口隻腳踏邊隻先都要算過度過，着衫死都要避開黑色同大紅，以為咁樣自己就百毒不侵。但係你轉頭睇下佢哋做人，見到舊同事落難，佢第一時間踩多兩腳，同親戚朋友食飯，為咗幾廿蚊飯錢算計到面紅耳熱，返到屋企對自己父母大呼小叫，毫不耐煩。佢哋個心入面裝滿晒貪念、嗔恨、自私同嫉妒。我問你，一個滿肚怨氣同算計嘅人，就算你俾佢着上一件大師開光嘅淺色衫，佢個氣場係咪真係會好？佢每日做緊嘅惡業，每日散發出嚟嘅烈氣，早就將佢自己包圍到實一實，外面嘅鬼未埋身，佢自己心底裏面養嗰隻貪嗔痴嘅鬼，已經將佢嘅腹部食到乾乾淨淨。風水規矩、顏色避忌，呢啲頂多只係一層外衣。呢件外衣洗得再白，如果入面嗰個人已經爛透，又點可能擋得住因果業力嘅清算？蘭姐最後之所以晚晚發惡夢、周身病痛，根本唔係因為佢中咗邪，而係陸品林入院前嗰句說話，好似一把利刀咁，探穿咗佢心底最陰暗嘅角落。佢良心發現嗰一刻嘅極度心虛同內疚，化成咗最沉重嘅業力，反噬翻落佢自己身上。所謂嘅中邪，好多時只不過係心病發作。講到呢度，你依家明白未？真正招邪嘅，從來唔係你件衫係咩色，亦唔係你喺邊日剪頭髮。真正招惹生緣嘅，係你嗰個患得患失、自私自利嘅心。咁到底7月流流，甚至係以後每一日，我哋應該點樣做，先可以真正穩住個氣場？既然避忌顏色同刀剪都係治標唔治本，咁點樣先可以真正擋煞？等陣我教你一個心法，只要你將呢一點睇通，再做一個好簡單嘅動作，就算你着到一身黑麻麻去行夜路，甚至係去聚集嘅地方，都絕對冇嘢敢埋你身。到底係咩心法咁犀利？答案其實好簡單，就係4個字：以悲破罪，即係用你嘅慈悲心去打破你嘅恐懼心。我同你講，我好明白大家一到龍齡7月，點解會咁緊張？跟足傳統規矩，着淺色衫，避忌盡黑、深灰、大紅。初一十五揀定吉時先敢剪頭髮，呢啲講究都係為咗求個平安，驚屋企人有事，想當煞化煞。呢種契吉避凶嘅心係人之常情，我哋每個人心底裏都有。我絕對唔會話你做錯，亦唔係叫你以後特登去犯禁忌，專登揀7月14去墳場着紅衫行來行去，呢啲叫抬坤，
唔叫修行。但係我想你睇深一層，透過表面去睇本質。你知唔知老一輩點解要留低7月唔喐刀、忌深色衫呢啲規矩？其實古人好有智慧。古時醫療環境差，7月盛夏又熱又濕，疫病多，人最容易心浮氣躁。唔喐刀剪髮係叫人修心養性，保持安定，唔好動血光暴躁之氣。着淺色衫係因為淺色通爽散熱，令人情緒平穩。古人立規矩，本意係借住外在嘅行為去約束你內心嘅浮躁，叫你喺呢個天地交替嘅月份保持心平氣和，多行善事。但係傳到依家呢，好多人買隊還珠，死抱住個死規矩，卻丟咗修心嘅本意，將着錯顏色衫當成野蠻根源，將剪短啲頭髮當成洪水猛獸，為咗守呢啲死板規矩，搞到六親不認，家宅不和。好似蘭姐咁，寧願家婆病痛受折磨，都唔肯退讓半步。呢個就唔叫積福，呢個叫愚癡。點解有啲人明明守足規矩，將成間屋封到密不透風，依然會搞到家宅不寧，惹到一身病痛？因為佢哋嗰種怕係源於極度嘅自私。佛法成日講境隨心轉，即係咩呢？即係你個心念係點樣，你周圍嘅環境，你感召翻嚟嘅遭遇就會係點樣。你試下回過頭諗下，如果7月15中元節嗰日，蘭姐衝入房，見到家婆發高燒，後尾枕爛晒。如果佢當時第一反應唔係搶走把換剪，唔係驚污糟嘢入屋，而係心痛流眼淚，如果佢二話不說，親自攞起把換剪，溫柔咁幫家婆剪去嗰啲軟住爛肉嘅長頭髮，然後慢慢用溫水幫老人家洗乾淨個頭，如果佢咁做，結果會點？我同你講，就算嗰日係陰氣最重嘅鬼門大開之日，就算蘭姐當時着住一件被指為被動吸陰嘅純黑色衫，佢間屋都會瞬間充滿祥和嘅正陽之氣，家婆嘅痛苦會減輕，護工會覺得溫暖，蘭姐自己個心亦會充滿安寧。嗰一刻，佢散發出嚟嘅慈悲氣場，足以令到一切陰寒之氣退避三舍。邊度仲會有咩噩夢？邊度仲會有咩業力反噬？點解出面咁多人寧願花幾千蚊去買風水陣，死守顏色禁忌，都唔肯去對身邊人好啲？因為佢哋想行捷徑，佢哋覺得只要喺外表上做足功夫，就可以掩蓋自己內心嘅刻薄，就可以將自己平時做落嘅惡業一筆勾銷。邊有咁厚價便宜事啊？風水如果真係可以大過因果，咁自私自利嘅人只要日日着白衫，咪永遠唔會衰。其實最大嘅風水一直都生喺你塊面度，藏喺你個心入面，所以真正可以幫你擋煞護身嘅，從來都唔係你件衫係咩顏色，或者你邊日唔洗頭唔剪髮。你想要真正嘅靈驗，你就要知道真正最頂流嘅護身符係你內心嗰種光明同坦蕩。心正黑衫都係你嘅弱格，心虛就算全身掛滿大師開光嘅八卦鏡，都擋唔住因果業力嘅清算。咁具體落實到每一日，我哋應該點做？7月流流，點樣先可以真正養好自己嘅氣場？好簡單，教你一個最實在嘅動作，唔好再為外在嘅規矩疑神疑鬼，將注意力放翻落去對人好上面。我問你，當你喺街上遇到老人家推紙皮好辛苦，你係會諗今日係咪破日，行埋去會唔會惹衰氣，定係二話不說行埋去幫佢一把？當你見到屋企人病痛難受，你第一反應係點樣避開晦氣，定係點樣令佢舒服啲？當你聽到同事有困難，你係喺背後落井下石，定係留一句善意嘅說話？當你個心只係顧住點樣散發善意，點樣幫人，你根本就唔會有時間去恐懼，你嘅氣場會變得極之通透，極之堅固。呢種浩然正氣係任何低劣嘅陰邪氣場都埋唔到身嘅。就算你真係因為工作需要，7月晚晚要着住深灰色衫加班行夜路，你只要挺起胸膛，心入面坦坦蕩蕩，對得住天地良心，你行步路都有風。嗰啲所謂嘅遊魂野鬼見到你呢種光明磊落嘅氣場，只會讓路，邊度敢惹你？所以話啦，以後唔好再本末倒置，規矩係死嘅。
人個心先係生嘅。記住接落嚟最後呢3句說話，將佢深深咁刻落你心底。只要你明白呢3句話，你下半世嘅氣場都會完全唔同。第一句，千祈唔好做本末倒置嘅人。我見過太多人，一到農曆7月，對住出面啲泥菩薩就拜到砰砰聲，但轉個頭對住屋企臥病在床嘅老人家就黑口黑面，嫌三嫌四。你諗下，你為咗守住初一15唔喐刀嘅死規矩，搞到老人家生滿頭瘡，痛不欲生。你以為咁樣叫蕩殺？你以為神仙會保佑你？我同你講，鬼神見到你咁自私冷漠，只會兜路走，反而係嗰啲怨氣、衰氣，一聞到你心底入面陣自私味，即刻就趁虛而入。你要記住，規矩係用來修心嘅，唔係用來折磨人嘅。當死板嘅規矩責背咗最基本嘅善良，毫不猶豫去選擇善良，呢個就係真正嘅正道。第二句一定要記住，最大嘅風水永遠係你個心。7月嘅陰氣係重，但天地間最重嘅陰氣永遠係人心入面嘅冷漠同算計。你個心如果夠靜夠定，就算你因為工作要住喺最雜嘅地方，日日着住一身純黑色嘅衫，你嘅氣場都係金光閃閃嘅，冇污糟嘢感埋你身。相反，你個心如果虛怯，充滿貪嗔癡，你就算日日換純白衫，間屋掛滿八卦鏡，都擋唔住你自己招惹翻嚟嘅惡業。第3句，以後遇到避無可避嘅所謂凶日或者煞氣，照住做第一步，先深呼吸，將你對外界嘅防備同恐懼轉化為對身邊人嘅慈悲。你經行夜路惹到嘢，你試下喺心裏默默祝福街邊啲眾生，願佢哋早日離苦得樂。你驚屋企人病重帶衰你嘅運氣，你試下盡心盡力去照顧佢，令佢舒服啲。當你個心發緊光，散發緊善意嗰陣，你成個人嘅磁場就會瞬間拔高。喺呢種浩然正氣面前，邊度仲會有黑暗可以埋到你身？我同你講個比喻，你聽完就會徹底明白。你個心如果係一個穿咗窿嘅漏水罩結，入面裝滿咗自私、算計同恐懼，當業力嘅暴雨劈落嚟嗰陣，你就算喺外面披幾多層名貴嘅金鐘罩，着幾多件大師開過光嘅擋煞衫，有用咩？啲業力嘅雨水一樣會順住你個心嗰啲窿，漏到你周身濕晒，搞到你家宅不寧、病痛交加。相反，如果你個心係一隻實心嘅厚木船，裝滿坦蕩同善良，就算7月個海面風浪幾大，天地間嘅陰氣幾重，你都可以穩穩當當咁闖過去，滴水不沾。真正嘅風水從來唔係你間屋坐北向南，亦唔係你件衫係白定黑，而係你嗰顆不生驚恐、不生惡念嘅心。講到呢度，今日嘅故事同道理就差唔多啦。大家不妨問下自己，今年7月，你係打算繼續戰戰兢兢咁避忌，定係挺起胸膛，用慈悲心去化解一切陰寒？如果你聽到呢度，個心覺得鬆咗一口氣，終於睇通咗，唔好急住走，不妨喺評論區度留低我哋一開始講過嗰8個字：心正氣足，家宅平安。呢個唔單止係一句說話，更加係你喺呢個農曆7月為自己、為全家人立落嘅一個正向磁場。你打低呢句說話嗰一刻，你內心嘅光明就已經升起。同時，如果你身邊都有啲親戚朋友一到7月就神經緊張，甚至因為守規矩搞到屋企人唔開心，請你將呢條片轉發俾佢哋睇。你呢一個小小嘅動作，可能就幫緊一個家庭解開心中嘅結，幫老人家免受無謂嘅折磨。呢種法布施功德無量，絕對比你燒幾多衣紙都有用。最後，如果你中意聽我講呢啲睇透世情嘅大實話，記得訂閱我哋頻道。我哋下一期繼續同你慢慢講，慢慢傾。祝大家7月平安，日日都係好日。